来看这南海公路第20线，这个所在也拢是崩塌。这海端乡的部落离岛地区拢无人来解救，三个部落被到300位的村民拢掉伫内面。这公路局的关山干部单目前升当咧抢修，按算27下晡先开一条人行的通道，30来抢通这车会当行的便道。台南县政府也申请这空间直升机协助，把这药啊也个民生物资送入去部落，而且把需要治疗的患者载出来。 路基坍方，看到路基大面积在流失，民众用手机啊，把这个惊险的画面翕倒来。随着进前风台大水后的影响，南海公路海端乡部落离岛地区路拢断去。唉，回家的路这么难吗？ 有人急要转去，怨叹讲路哪会遐尼长？部落国小离岛分校受8到1元落山，佮有学生的家长带一家伙仔3个人，要先去住亲情遐。 南海公路第20线，这个所在交通拢断去，公路局关山干部单当伫189.8公里五国桥的路段，克服当地多变化的天气，全力抢修。按算日前下晡5点先开人行通道，30抢通车行便道。目前的进度大概80%左右。那我们预计的话，明天下午5点，可以打设完成这个人行通道，会开放乌鲁村跟力道村的村民用步行的方式来通过这个地方。 南海登记和这个所在拢变作高岛，海端乡武乐村和下尾部落，传出有3个要洗药剂的病人，空军总队直升机25是载送因帮助送病院治疗。另外有7个慢性病的病人需要吃药啊，台东县政府紧急准备药啊和民生物资，和直升机送去部落。昨天晚上也紧急的调度了相关的民生的物资，好，那包含是一些泡面、罐头。针对药物的部分呢，因为山上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，所以我们这边已经有先做预先的准备，那也将病人的慢性病的药物以及那个慢性处方签都有协助携带。救灾抢时间，即马还有3个部落被300个村民受困。台东县消防局为着要建立临时通讯和回报机制，嘛即摆关山和台语台队4个队员，早卫星电话和定位的通讯器材用行入去部落，帮助医疗的后送和确认名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